咱国国防部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，甲6架中国军舰扰乱台湾。而到尾嘛，中国有1架民航机，方发现伊偏离航道，飞过金门的领空。而且中国勇士伫咧29放送台湾的警地，强调拢是共一个祖先，想来影响台湾的民意。有立委就认为讲，中国统战宣传的意图是真明显，民众都爱谨慎来提防。大地不断发生变化，但从未改变的是家乡熟悉的味道，同根共祖的文化传统。中国央视上新节目接到空袭台湾警示，想要强化统战宣传。也不过中国无放弃武力还台，国防部整合29至30、24点钟内有10架次攻击，6架次攻南伫台海4khu域活动，继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。有他统战的宣传不够，我们全民都知道。他为什么特别拍了中华民国，尤其是台湾的这些景点？那攻击民航机，中国东方航空 MU505班机，方发现29偏离航道，飞过金门顶边，立委提醒爱严防中共操作不清楚地带。类似金门或者东引这种民用飞机侵入我们上空的时候，不能掉以轻心，更不能被温水煮青蛙。中共对台策略爱用两面手法，像攻击了台条工拍破海峡中线看法，想要影响台湾民意，制造台海紧张。都结束希腊德尔菲经济论坛行程转来的前总统马英九，呼吁两岸应该进行避战对话。呼吁各方呢敦促两岸进行避战的对话，以谋和平。不过，就算各方发声，台海需要和平稳定。不过，中国一直对台外交甲军事施压，台海存在意外冲突风险，继续引起国际高度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